my god！我啱啱問 ChatGPT 點解我哋每日要工作9個鐘，佢嘅答案係嚇死我。一日工作9小時同生產力無關，因為一個人能夠專心嘅時間其實淨係得3到4個鐘嘅咋。我哋被設計每日工作9個鐘係因為呢一個市場剛剛好令到我哋攰到冇辦法思考自己真正想做啲咩。當一個人長期又攰又冇時間，會開始點啊？亂使錢，買一啲當下嘅快樂。返工等放工煲劇，返工等放假去旅行。更加恐怖嘅係，我哋仲被設計要孭好多嘅負債。我哋從細俾人洗腦要買屋、結婚、生仔，呢啲嘢全部都勁貴咯。冇一樣嘢幫緊你賺錢。好多人30歲唔夠就將自己未來幾十年賣俾呢啲咩房債啊、小朋友啊。如果你30歲未結婚生仔咧，又會開始覺得自己受失敗啦，被比下去啦。即係佢就係先製造個焦慮，再賣你解藥，等我哋成為一個為錢賣命嘅奴隸。我而家脫離咗做一個打工仔，唔係因為我已經變得好有錢，或者我決定躺平，係因為3年前我開始研究其實嗰啲成功人士佢哋係做緊啲咩？我發現佢哋都係做緊同一樣嘢，不斷創造可以槓桿式賺錢嘅資產。我而家每日工作唔多過6個鐘，就係因為我唔再好似個打工仔咁樣要不斷用時間去換錢。我去分享我嘅價值觀，教靈氣能量管理，陪學生打造佢哋嘅事業，累積我自己嘅事業，做我嘅個人品牌。我每日做得好開心，而且我賺嘅錢係以前嘅幾倍以上。做快樂嘅事，賺快樂嘅錢，先係真正嘅自由同豐盛。你都想將天賦變事業，設計你嘅自由人生？留言自由，同你分享點樣開始第一步。